利路亚！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。当我们站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就如同我们上了那圣山，主啊，我们好像在那耶路撒冷向你敬拜。主，我们要持续的将我们的灵献上为祭，我们要继续来敬拜你。谢谢主的恩膏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我们要一起更深的来敬拜他，哈利路亚。倾听早晨的声音，仰望天空的白云，倾听天父的声音，回应主我在这里。早晨我要赞美，黎明我要赞美，欢乐是我赞美，不单是我赞美，属你是我一生所求，求你来触摸我的心，成为我生命的唯一，医治恩典永不止息，医治恩典永不止息。是的，主，我们在早晨黎明的时刻，我们在欢乐的时候，甚至我们流眼泪的时候，都要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一起来。倾听早晨的声音，哈利路亚！仰望天空的白云，全心全意献给神。哈利路亚！天父的声音，回应主耶稣是你一生的所求吗？哈利路亚！早晨我要赞美。我要赞美，黎明我要赞美，欢乐是我赞美。我赞美，不单是我赞美，我们寻找着主啊，除了你我别无所求，除了你我别无所求。哈利路亚！来触摸我的心，成为我生命的唯一，医治恩典永不止息，主医治恩典降下来。永不止息。是的，我们高举双手，敬拜他。哈利路亚！让生命充满我，我要大声歌唱，让赞美无止境。我要高举双手，让生命充满我，我要大声歌唱，让赞美无止境。你是我一生所求，求你来触摸我的心，成为我生命的唯一，医治恩典永不止息，医治恩典永不止息。靠着基督复活大能给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知道凡我们所求的，神必应许。阿们吗？